匯豐今次玩到咁大，12月中推出一隻號稱有8厘息嘅基金，入息優勢債券基金，點知推出咗1個禮拜就急急腳收檔啦。原因呢就冇交代，究竟呢隻基金係咩料呢？佢話自己係結合傳統固定收益嘅基金，再加另類信貸。傳統固定收益就好簡單啦，就係指定嘅息債券，但係另類嘅信貸呢就有啲複雜，係非股票、非債券，例如同房地產、企業借貸有關嘅資產。重點係呢隻基金入邊接近一半呢係另類信貸嚟嘅，當中有27.5% 呢係私募嘅信貸。私募信貸就係銀行唔敢借嘅錢，由私募基金去借，而另外20% 係證券化嘅借貸。呢隻基金表面係派緊8厘息俾你，但係扣埋1.5厘嘅管理費同埋行政費，實際到手就得返6.5厘左右。而家美國10年期嘅國債穩穩陣陣都會有4厘，為咗多嗰2.5厘，搏咩呢？諗深一層，會唔會係銀行將爛賬賣俾私募基金，私募基金再包裝成產品，原本想賣俾私人銀行，但係私人銀行唔太受落，於是直接推俾散戶呢？匯豐會唔會手上揸住萬科？呢啲另類信貸會唔會就係呢？大家自己諗啦。我係金仔，下集見，拜拜。